观身不净。要学会以全面的眼光看待事物。例如，当我们看到美丽的异性，若没有以全面的眼光去看，我们可能会对他心生爱慕，想得到他，想和他接触。但若以全面的眼光去看，从出生到死亡，要历经生、老、病、死，而且既要看外表，也要看内在。若把肝、肾、肠等内脏翻出来看，试问谁想看？